Hi， 大家好，我係物理治療師古 Sir。喺呢個頻道，我會同大家分享一啲專業嘅物理治療知識，用簡單嘅方式分享俾大家，等每個人都可以活得更加健康。如果你覺得呢段片有用，請按訂閱鐘仔、點讚同分享出去，等更多人一齊學習正確嘅健康知識。各位，你哋知唔知從足部檢測到完成一對具矯正功能嘅鞋墊，其實一啲都唔簡單啊！呢個需要矯形師嘅豐富經驗、力學知識、對足部同下肢結構嘅理解，以及對製作材料嘅深入認識。今日就讓我為大家詳細解說成個流程。首先係最關鍵嘅環節，問診與足部檢查。問診係透過矯形師同患者嘅對話，了解其疼痛位置同埋加劇疼痛嘅動作或者情況，從而釐清痛症嘅根源。我哋仲需要知道症狀持續嘅時間，以判斷屬於急性或者慢性問題，因為兩者嘅處理方式截然唔同。同時，我哋會詢問患者嘅日常着鞋習慣同職業性質，再配合專業檢查，如陰影儀或者電腦評估系統，全面分析其髖關節、膝蓋、足踝關節同埋指關節嘅活動度同角度，準確診斷足部問題及其嚴重程度。透過問診與檢查，我哋就能全面掌握患者嘅足部狀況。跟住落嚟，我哋會向患者詳細解釋其足部問題同疼痛嘅關聯，並說明矯形鞋墊點樣改善問題。隨後先至進入足帽套取階段。一對真正合適嘅矯形鞋墊必須能夠改善整體足部力學問題，並喺行走嘅時候調整足弓弧度與後跟角度。而其中最關鍵嘅就係取帽技術與製作工藝。第一，我哋堅持喺非負重狀態下取帽，因為多數扁平足問題都喺站立受力嘅時候顯現，唯有喺足部放鬆嘅時候取帽，先至能夠準確捕捉佢嘅真實形態。第二，取帽嘅時候，我哋會以專業手法手動調整足部至到正確位置。呢個步驟至關重要，佢能暫時矯正變形結構，使足部恢復自然姿勢。如此一嚟，我哋先至能夠根據呢一組結構正確嘅模型，製作出真正有效嘅矯形鞋墊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問：用電腦掃描取帽唔係比人手更好咩？我可以肯定咁話俾你聽，人手取帽絕對優於電腦掃描。儘管現今掃描技術已經非常先進，但佢存在一個根本缺陷。掃描嘅時候，足部仍然處於歪斜狀態，無法喺矯正之後再進行掃描。即使事後能夠用軟件進行模擬修正，呢一種調整始終係電腦估算嘅結果，同人手矯正嘅效果存在差異。相反，人手取帽嘅時候，矯形師會直接以手法將患者嘅足部調整至最正確嘅結構。呢種調整並非模擬，而係實實在在嘅物理矯正，能夠真正還原足部嘅理想狀態。緊接住係鞋墊嘅製作階段，我哋全程喺診所裏邊自主完成，不假授於第三方，由矯形師同技師親手製作。請透過以下片段睇下我哋點樣用心打造每一對鞋墊啦。先灌注石膏，依據倒帽腳型同埋用生物力學原理修正石膏帽，然後以 PP 膠塑形。鞋墊嘅厚度同高度會根據患者體重同腳型大小去釐定。最後貼上鞋墊專用軟墊，一對鞋墊就完成。呢啲步驟看似簡單，實質每一步都至關重要。稍有差池便會影響鞋墊嘅結構與效果。到呢個時候，你可能又有疑問：現今 3D 打印技術咁發達，點解仍然堅持人手製作？咁答案好簡單啦，現階段嘅 3D 打印技術仍然冇辦法滿足我哋嘅要求。以材料為例，我哋採用嘅 PP 膠兼具硬度同彈性，易於調整且耐用度高。而 3D 打印材料目前一係過硬缺乏彈性，一係過軟而支撐不足，做唔到我哋人手製作嘅要求及標準。各位，希望透過今次詳細解說，能夠俾你了解矯形鞋墊從評估到完成嘅成個過程。呢過程唔單止工序繁複，更需要高度嘅專業技術與經驗累積。希望今次嘅內容能夠幫助你更加了解成個矯形鞋墊嘅製作流程。以後我哋有任何新嘅內容都會第一時間上傳到我哋嘅專頁，所以仲未訂閱嘅你，記得按下訂閱鐘仔。拜拜。